乡亲搞早，欢迎收看今日3月24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高雄竹。先开始，咱来关心台东志航基地2架 F51战机，那亲像伫空中烧落失事，造成2个飞官，一个殉职，一个失踪。失踪的也在找找，目前有找到军鞋、救生衫，佮有战机部分的残骸，甲一顶头盔，顶头有写名是飞官潘英俊的装备无毋对。伫咧南宁渔港附近的海岸，发现敢若是战机油箱的装置。搜救人员继续沿着岸边一个搜索，无放弃任何线索。台东志航基地2台 F51战机，日日围着了外海，搜救进度拢无停。23下昼又搁发现一架飞机的残体。第23透早，伫咧屏东的高屏沙漠地区，找到兄港甲救生衫、战机的残体。伫咧南宁渔港找到一顶飞行员的头盔。对内面的名正式是潘英俊的装备，国军出动乌鹰甲超级米九赛顶直升机陆海空继续找人。昨天晚上我们总共搜寻到的就是靴子，然后凌晨的时候拾获飞机的一些残骸，还有一件救生衣，大概目前是这个状况。那没有办法判断出来，这个要送回7连队，他们才有办法去做比对。我们大概从外观是没有办法判断出来的。搜救人员依照飞机盘海的地点，也有最后的定位，制定699公里的搜寻范围，以屏东的满洲乡港澳村做中心，分3个方向继续找人。另外，不幸罹难的中尉罗尚华，检方也完成初步相验。初步研判死者的死因是因为驾驶战机弹射导致头部外伤、颅内出血，最后因为中枢神经休克而死亡。罗尚华的家属由空军陪同，自玉海附近往江雅村的方向沿路招魂，因为海象无好，山区地势较复杂，增加搜救的困难度。指挥官除了提醒搜救人员要注意家己的安全，也希望会当赶紧找到失踪的飞官。记者综合报道。2台 F51战机发生意外，国防部宣布2024年用用高教机要全部取代 F5战机，也毋过爱阁等3天才会交货。为着保障飞官的性命，国军即马拍算开6亿，替 F5战机换新的弹射椅，上紧伫年底要进行改装。空军2台 F5战机飞安事故，地属着中尉罗尚华殉职，上尉潘英敦失踪，搜救工作赶紧爱做，追查失踪的原因也是关键。无线电求救信号就会当知影当时情况紧急。标记这个位置，现在这个位置帮我们标记一下 ，mark 一下，找找下那个搜救时候。好的。机碰撞跳伞。日下晡2点半，一批4架次 F5战机为台东志航基地出发，飞往嘉东飞场进行炸射训练。2号机甲4号机拢是单座 F51战机。伫脱离飞场了后，2机变换队形。下晡3点07分，好亲像有下着。有机有看到座椅弹出来，飞机甲人员落落分内。前空军副司令张元廷分析，战机伫变换队形的时阵有风险，爱考虑到速度、温度、气压这因素。这个高空乱流，或者是吃到掌机的尾流，或者是进到云层，它的视线上受到了阻碍，受到了影响。吃到了尾流之后，飞机会短暂的产生失控的现象，都会造成操纵上的困难。那飞行员遇到这个什么样的状况，到时候应该问一下1号机跟3号机，他们飞回来，他们在空中实际上所看到的状况。这件是国军15个月来第5件失事事故，第数着14个官兵死亡甲失踪。国防部已经宣布2024年全面换 F5战机，换用永鹰高教机。按国交机通机爱3年，也予 F5安全性出现警讯。尤其是这届不幸殉职的中尉罗尚华，检方初步判断死亡原因是头部去弄着，致使着脑内出血。去年10月跳伞殉职的主管王上尉，驾驶 F51嘛是去弄着。空军即马用6亿的经费，要来换上新的 MK16弹射椅。没有撞到什么地方，或者人员有没有撞到地面，那是另外一回事情。所以人已分离，整个过程是正常的。我们初步的观察是这样子，但是还是有待专家的鉴定，实际上分离的状况如何，有没有完完全全的很好的完美的分离。只是改换弹射椅，上紧嘛要听候到年底，明年初才会当开始改装。张元廷认为讲现阶段爱进行3大检讨，像讲 F5的机能伤老旧，体质虽然好，后勤的维修保养爱严格。用烟高教机必须爱超前部署，佮加上训练飞行员的应变能力，过程袂使伤急，会当用模拟机熟悉天数了后才成功。记者综合报道。
今仔消息来关心，A 二航社开始注射，头一天有1578个医护人员去注，北部有一个医护人员注射了后有发烧，疫情指挥中心是表示讲，这无算介严重。啊，那卫福部长陈时中嘛讲，伊注射迄暗嘛好好有了发烧。卫福部长陈时中222自 A 有风声，伊讲注射了感觉脚趾边有淡薄仔酸酸，讲222暗抑个小可发烧。昨天打完，昨天其实我手臂几乎没有感觉，就一点这样难哈，有一些心理作用还怎么样。不过昨天晚上就开始这个打的地方，那下面肌肉就有一些紧绷，有一些不舒服，那昨天晚上我有稍微的发烧，我大概10点多，但很低，大概37.1，然后到12点多的时候37.4，那今天早上起来就变36.4。但是两讲这是注有风射了的正常反应，并重新面对。第一天注有风射的人是1578人，但是两讲希望会当搁较紧一寡。指挥中心讲，到即马只敢一个人有不良反应。这种后轮不良事件是只有一件啊。那目前这个事件是属于非严重的不良事件，就是属于可能是发烧或是疲倦的这一类的哦。另外，今年7月要去日本参加东京奥运的选手，也自23开始注有风射，总共有10位选手已经注过，其中包括19岁网球选手詹俊欣。我刚开始打完的时候就都正常，然后之后过大概2-3个小时开始肌肉有点酸，可能有时候在打的时候会有一点力气用不上来的感觉。前几天，上海传出讲有台湾输出的新冠肺炎确诊个案。经过指挥中心调查发现，是进前国内确诊个案954、998、999等人的共存的资源，本来就列做居家隔离，检疫基本检验是阴性，最近到上海又个验出阳性，应该是感染真久的，有是阴有是阳的情形，唔是新个案。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看上新的消息，这是玉山在落3月雪，冒冰珠，即马雪已经积1公分啊，甲大还搁在落。啊，那今仔日有一波春雨的方面会通过，各地拢会落雨。咱来看分图。今日伫北部、中部的山区雨会较粗，啊，那南部是湿雨。这波雨水也搁无法度解除咱的苦旱。暗时方面就会离开，各地就会恢复侪云到好天的天气。到4月初才有较侪雨水的高位。另外，今仔日东北季风嘛有略略增强，到明仔早起各地拢是较凉的天气。低温大约是15度至19度，高温有18度至23度。啊，那南部高温有27度。按算伫明仔中昼各地温度才会回升。空气品质的部分，因为方面通过较雨水，加上东北季风增强，伫遮方面的北部、东部、中部空气品质有变较好，也毋过伫东北的南部、高雄、屏东，同款是感觉式的天气。镜头来台中的梨山，前几工有落雨，也毋过雨水对德基水库无啥帮助。另外，新德的宝智水库嘛强要大底，也毋过水利署表示，新德地区的用水暂时是无问题。但真久山区总算落雨啊，种果子的农民也手机甲翕起来。台中梨山为今年2月中落一届沙沙雨了后，到今已经过外月拢无落雨。即嘛当是当地地米、鱼仔甲水蜜桃等等的作物反应的时期。即届落雨对这种果子的农民来讲是真珍贵。昨天的早上6点，一直下到下午的6点，这个足足12个小时哈，那个像下黄金雨一样，而那样的雨势哈是中等的雨势。对梨山的现在正在萌芽、开花的这些农作物啊，帮助非常的大。虽然22、23连续2天梨山拢有落雨，不过入去到德基水库的水，会使讲是真无价。目前的跳水率敢若剩6%，梨山的水位也搁比22降低47公分，情形是愈来愈严重。就是确实缺太久了，这个雨一点帮助都没有。这里的雨量非常小啊，到室外都不用拿雨伞啊。没有什么进账，那个净流量、总净流量几乎都没有变化啊。水利署表示，德基水库的水量若要有增加，就要看接落来敢会继续落雨。也若新德宝山第2水库的水情同款真严重，目前的脱水率敢若剩8.8%，水位强要大底。不过北水局强调讲，目前新德地区的供水也未有问题。水情的状况有一点严峻了哈，但是因为主要包括我们从桃园来的资源量，再加上我们龙恩堰这边现在目前每天取水
也可以取到10几万吨的水源。水库虽然水情的状况比较严峻，但是目前的一个供水的状况还可以维持一定的一个稳定度。北水局表示，新德地区每天平均用水的需求是55万度。虽然宝山水库甲宝山第2水库目前水位拢真低，不过即马还会当为头前溪甲龙运沿来供水，加上桃园每天供应差不多21万吨的水，希望会当顺利度过这个欠水的危机。记者综合报道。咱全台湾水情真暗，新竹、苗栗、台中已经到减量供水甘仔式的灯号。经济部长王美花是讲，若是到红灯，就要开始实施5天有水、2天无水的限水措施。全台湾欠水情形真紧迫，尤其是以新竹、苗栗、台中已经出现减量供水甘仔式灯号的管区上严重。行政长苏贞昌23指出，这个是历史性上界大事的一年，历史发生伫以早都限水啊。经济部长王美花也坦白讲，水情确实是无乐观，都要做最坏的准备啦。从各项的气象的资料，还有各地的水情做研判。如果要公5停2的这个部分，相关的细节也是在会上要详细讨论。王美花是讲，这礼拜中央旱灾应变会议要讨论供5停2的细节。一旦真正实施，经济部规划分区供水，不是分做民生工业，也是按产业别来供水。尤其是新的跨园区，恐惊影响上大。有立委建议应该搁建立避弯供线，提升北水南送的运量。一定每年开灯的洪水费，要立委建议卖开灯。长远的计划是调关用水大户的水价。全国一致的用水费，这个有助于民生降价、工业涨价。那第二个部分是要有一个一定提拨的比例。然后这个比例来设一个停灌的水稻的基金。我们也都在规划的时候，会一并列到里面来思考。气象预报，日3暗华南分河下向东面偏山会落雨，另当落伫集水区都有机会缓解水情，因后分区限水的时间。前2天我们全省都有下雨，那其中泽基水库的集水区有降了26毫米的雨量，那对省的水情不无小补。中央气象局认为，今天晚上到明天还有一波降雨，那我们期待有更多的雨势可以来对我们的水情有所帮助。水利署也表示，只要天气条件会使，我们会把握机会进行人工净污的作业。记者综合报道。加强新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是来看《中国时报》。咱国内出现头一站金融合并金融成功的案例，这是富邦金控昨昏宣布讲，已经买到日盛金融53%的股份，准备要甲加起来，就等金管会核准。合并了后，富邦金就是资产规模咱国内第2大间的，也毋过甲上大间的国泰金比起来，也是差一大步。来看《澎湖日报》，新北市有一个查某驾驶昨昏驶一台特斯拉的电动车，经过邦桥一大路口的时，车是雄去弄青红灯，佮弄到3台奥多拜，佮去弄到安全岛，全规个并车。驾驶人讲，伊是设定自动驾驶，爱转弯煞无弯，是全赶紧改转来手动家己驶，毋过就出车祸啊。专家是认为讲，伊可能是对车无熟，另外伫市区嘛无适合用自动驾驶。来看《自由时报》。中国搁打压台湾的外交空间。巴拉圭的外交部讲，有一个讲伊家己是中国代理人的单位，要求巴拉圭甲咱台湾断交。若是断交了后，巴拉圭就会使摕到新型冠状病毒的预防车。咱外交部是批评中国甲预防车摕来做政治操作，真恶质。中国之前嘛讲，咱台湾的往来防验出有孤神这款歹糖，所以对3月份开始就禁止咱台湾往来进口。咱农委会主委陈吉仲昨时表示，中国敢若是用嘴讲的，拢无提出证据。咱嘛有实际上去调查、去产地看，根本就无发现中国讲的迄款白糖害。中国海关总署第2日以检验出孤神为理由，公告为3月份开始暂停进口台湾往来。农委会主委陈吉仲23讲，问题已经查清楚，不过中国顶礼拜阁通知2月份销去中国的5批台湾往来，阁发现另外一种孤神，不过中国并无提供相片也有证据，而且咱伫台湾的山区内底找，嘛拢无发现这种孤神。有史以来在台湾很少发现，在中国也没有发现的。那我们很简单，他一通知我们，我们当天回应说，那你给我们照片。告诉我们你的科学证据在哪里？我们也到我们的产区去找。那目前为止，我们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情势。大家中讲，农委会认定这个往来孤神的事件是单纯防检疫的问题，并无政治的因素介入。若是当解决这个问题，就会当回归市场经济。
只要这个介壳虫的议题解决了，那因为凤梨卖到对岸是一个市场经济，它不是像之前有所谓的政治订单或者是外界政治因素来介入的。只要是市场经济在走的，我们就比较不用担心。学者指出，中国嘛属于孤神的疫区，不过即个中国讲的这种孤神，伫中国国内确实是无相关的记录。加上台湾这几年有发现，不过并无接快，甚至真恶为外观来鉴定，所以推测这可能加做中国禁止台湾往来主要的理由。我们现在看到了这3个虫。前面2个粉介壳虫，其实中国大陆都确定已经有记录了，可能他们会比较着力在这个第3种虫上面。现在问题来了，这个虫如果中国大陆也有的话，那事实上它可能利润就比较没有那么强。学者表示，进口果子的国家拢会做海棠风险的评估，若是发现水果有海棠，大部分拢会要求当场先粉过处理了后再入关，或者是退货了后透过贸易谈判，甲出口国来沟通。不过直接判定高风险，搁停止进口是无符合英国的，嘛凸显两岸往来的问题可能有政治的成分。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即马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也搁咧拖。即马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有1亿2000万例，死亡人数有273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1例，目前是1007例。中国的病例有9万多例，香港是超过11000例，伫日本超过45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是美国、巴西甲印度。美国已经超过3000万例，巴西超过1210万例，印度超过1168万例。欧洲的国家伫英国超过432万例，伫法国是超过437万例。英国 A.G. 的预防社即马有做实验，结果显示讲保护力有79%。不过美国独立监管机关是质疑讲阿斯特捷利康药厂讲的这个数字，毋是上新的研究。美国国家过敏加传染病研究院23发一份正特别的声明，讲负责确保预防社实验安全性加准确性的独立机关资料安全性监测委员会 DSMB 担心英国药厂阿斯特捷利康伫咧2日提供一个美国的预防社效力大规模实验的结果，内容可能包括过时的资讯。可能无法度提供预防社效力资料的完整性，也阁希望药厂甲 DSMB 联络，最近检视资料，公布上准确、上新的数据。阿斯特捷利康讲，2日提供的数据是根据1日到2月17日分析报告，已经对主要分析报告做初步评估，认定甲其中报告相符合，会甲 DSMB 联络，48点钟内来发布主要分析结果。AstraZeneca had hoped to put some questions about the effectiveness of its vaccine behind it on Monday when it released interim results of the phase 3 trial in the United States. Now, the AstraZeneca vaccine is already widely used around the world, but there have been lingering questions that the U.S. trial was supposed to clear up. 美国国家过敏加传染病研究院去年指定 DSMB 负责监控新冠病毒的预防社。委员会有10到15位成员，院长佛奇23伫咧接受访问时阵讲，当 DSMB 看到阿斯特捷利康2日的声明时阵，表示担心，甚至感觉有淡薄误导。Scientists who also are watching this unfold are unsure what to think of it either, except to reassure the public that while this is confusing right now, eventually it will have to be sorted out by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真正因为肺甲疑虑的阿斯特捷利康预防社，本来计划几礼拜就让申请到美国的紧急授权使用，怎么个增加变数？不过目前加拿大并无因为美国的疑虑暂停驻 AZ 预防社，讲相信伊的安全性。公司新闻吴玲编译。虽讲全世界预防社咧做啊，不过即马全世界疫情已经连续5礼拜，确定病例拢是咧增加。世界卫生组织是认为讲，这是英国的变种病毒高传的警示。另外，伫美国甲法国拢有传出有变种病毒，不过伫体检的时却验无的案例。若伫德国是为着要避免疫情摊开，所以打算要延长封城到4月中。新冠疫情全球病例数连续5礼拜冲悬，死亡人数嘛伫咧连续6礼拜降低了后，即马搁一届压悬。世卫组织认为讲，这是变种病毒摊开的警告。Have increased by 8%. In Europe, that is 12%, and that's driven by several countries across the European region, and a lot of that is driven by the B117 variant that was first identified in the UK.
美国除了受到英国变种病毒株的威胁，加州嘛出现本土的变种病毒。美国疾病管制预防中心发现加州变种病毒的传染力比原底病毒传染力有较悬20%，会对治疗的药产生抗药性。更有研究指出，变种病毒会增加重症甲死亡的几率。CDC 目前已经密切观察这个病毒株传开的情形。The newly identified variant B1427, B1429 is estimated to account for 52% of cases in California, 41% in Nevada, and 25% in Arizona. 根据法国当地媒体报道，在西部布列塔尼大区的病院，13通报新增加79例确诊，其中8个人为着布列塔尼变种病毒，经过 PCR 的核酸检测是阴性。根据上新的消息，这8个人已经死亡。当地卫生局即马要查清楚，讲变种病毒敢是会当闪过核酸检测，唔能够委托，搁提悬死亡率。Unter dem Virus, das heißt im Wesentlichen haben wir ein neues Virus, natürlich derselben Art, aber mit ganz anderen Eigenschaften. Deutlich tödlicher, deutlich infektiöser, länger infektiöser. 同款受到英国变种病毒影响的德国，当面临着新一波疫情的挑战，总理梅克尔宣布，决定延长封城措施到4月中，也若搁偌济假期，4月初1到4月初5会加强防疫的限制，禁止所有公共集会活动，宗教活动嘛会改做线顶举行。为着避免德国的民众趁即个假期出国去活动，当局嘛会严格要求入境的人做病毒的检测，也有自主隔离。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美国科罗拉多州有一间超级市场，互歹徒夹枪撞入去乌白扫射，造成10个人死亡，嘛包括1个警察，嫌犯已经互抓起来啊。超市门口举起封锁线，也有武装警员伫边仔抬兵。美国当地2日下昼晚3点左右，再次传出重大枪击案。科罗拉多州博尔德一间超市发生歹徒夹枪冲入超市，向无辜民众开枪的凶案。紧急逃出的民众受启动时情绪犹原激动。We were at the checkout, and shots just started going off, and I heard the first one shocked me, and the second one I knew for sure it was a shot, and I said, "Nicholas, get down." 枪案发生的时阵，有民众紧急带孙甲查某囝藏伫3厨，等到警方协报赶到现场时，紧急为厝顶进入超市，将消费者引导到后门走离现场。这件枪案造成无辜民众死亡，包括第一位赶到现场伫当地服务超过10年的51岁警官艾瑞克泰利也不幸殉职。We know of 10 fatalities at the scene, including one of our Boulder PD officers by the name of Eric Talley. We will be here working night and day. We have one suspect in custody. 这是美国政治2021年来第7件重大枪击案。暗时，警方护送救护车运送殉职警官遗体前往验尸官办公室的时阵，也有不少警车跟随，也有警员列队致敬。嫌犯伫甲警方对峙几点钟了后，也互逮捕。警方将伊带上警车时，看到伊身上也受伤，脚腿流血。另外，嫌犯犯案动机，警方也需要进一步调查。公司新闻台视同编译。来关心土耳其的经济受疫情影响，失业率、物价拢在抢悬。中央银行顶礼拜全宣布讲，因要起利息，要来控制钱愈来愈保值的问题。不过，因的总统无同意，主张利息就爱加，所以全甲中央银行的总裁换掉，嘛互土耳其的经济即马愈来愈袂在。土耳其人较爱去传统市场买菜，因为产品较鲜也较俗。不过最近去传统市场，真明显感受到物件拢有变较贵。Vallahi hayatım her şeyde ya. Hangisini söyleyeyim ki? Zeytindi, peynirdi, yağdı. Tereyağı alamıyoruz artık pahalandı çünkü. Yani her şey pahalı. 3 tane patlıcan aldım. Adam başı bir tane. Da artık söylemeye gerek yok. Kiloları geçtik. Taneye başladık. Aldığım 3 tane patlıcan. 受到疫情影响，公司失去平衡，也有全世界粮食的价销起价的影响。土耳其的物价伫过去1年起18%，其中鸡卵就起2倍，物价一直起，通膨也增加将近16%。土耳其央行就甲利息有关，顶礼拜四就一遍升息8码，希望甲通膨跌落来。无想到讲2天后，总统埃尔多安突然间甲央行总裁阿巴尔换掉，互市场震撼，投资人无信心。土耳其的里拉不但滑17%，
总统埃尔多安较袂着就用政治手段干预央行的政策，唔是头一遍啊。I think it's an important risk regarding the signal about institutional independence and institutional strength. We can move from the example of the Turkish Central Bank, where the central bank governors have been replaced 4 times in a matter of 2 years. That's an important concern. 经过这边风波，市场预计利率下半会变这趋势，土耳其会重新登到低利率的路线，国际投资可能会退出，对经济复苏正不利。面对稳定不价、抑制通膨是正大的考验。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今日国际上，阁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官员今日表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顶礼拜才访问亚太地区，伊才离开无偌久，北韩就伫2日试射2粒飞弹，等于是咧向拜登政府呛声。即马大家接咧用的通讯软体来红亚讲，中国公司的员工会使看到日本用户的个人资料，也有赖配相关的资料，治安出问题。赖的社长是出面承认讲，这款问题，伊嘛公开回息咧，讲会甲资料即马拢转转去日本。来关心咱的政府总统陈建仁接受比利时媒体访问，伊分享咱台湾是安怎运用科技来做防疫，嘛讲希望咱台湾会当伫6月份之前展开大规模的注射，等今年寒冷的时就会使豆豆开放。香港的民主已经变款啦，咱台湾人权促进会也有台湾香港协会昨昏就提出修改《港澳条例》民间修改修法的版本，希望会当增加香港人权甲民主条款，强化咱台湾援助香港的机制。2日的时阵，几若位香港民主派人士互官方掠走。中国人大最近嘛决议修改香港的选举制度，因应香港民主情势恶化，台湾民间团体23嘛召开记者会，提出《港澳条例》第60条之一的修法草案。它会有2个结果，这是一体两面，一个是要不要去调整港澳的特别地位，在法治上面的特别地位；第二个，要不要去制裁这些破坏香港人权跟民主的人？民间提出的草案是伫原本的香港澳门关系条例当中增加条文进行规范，规定行政院应该进行资料的收集、分析，各由行政院长、部会首长针对香港澳门的政治、经济情势提出年度的评估、甲应用的方案，向立法院来报告。支持这个法案增修，能够让我们一起跟国际社会支持香港跟人权。那第二个，我也想呼吁，就是台湾能够推动全球马格尼斯基法案，就马格尼斯基法案，就表达台湾站在一起支持人权议题的一个决心哦。撑港国际线，撑港国际线，台湾不缺席，台湾不缺席。有立委嘛讲到，台湾应该爱照美国的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提出台湾版本，就是对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做出制裁。几若位无共党派立委嘛支持修法，认为爱防止中国利用香港对台湾进行扩张，就爱加入到世界制裁。对民团的草案，民进党团敢未支持？民进党团干事长刘世峰是表示，今嘛还未了解。记者电话文林曲凯台北报道。体大车拼来看，昨昏乐天桃园对味全龙，味全龙靠先发投手持续起，展现亚洲功夫，加上詹德勇一支满垒的红不让，尾也是以7-4摕到胜利。也毋过昨暗 ，11 Sport 雄公告讲，今年要停止甲3间网络平台合作，要停止转播，互正式球迷听甲硬气。乐天桃园主场的开幕战，味全龙的7落去正面对决乐天王牌左投王一静。第2局顶半，味全龙的郭天成盗垒，本来第3垒的詹道雄走回来本垒摕到第1分。抓到了，但是现在要看的是3垒要往本垒跑 ，safe。不过下半局，乐天的林凤玉加郭彦文连续2支安打，攻占1-3垒，要林成辉攻出2垒的高地球形成双杀打。不过林凤玉已经走在提分，2队平手。不过
还是有办法送回3垒上的小胖追平了比数。但其实对于味全龙队来说，徐若曦有把伤害降到最低了。李全龙无互人给面子，搁着7落去第4局落1分，弹出5起精彩先发。国家詹道强第3局伫咧球数领先的时阵，讲出伊个人第3支满贯炮，上尾啊李全7比4赢球。打第一个角角出棒，哇，这个球还在飞吗？看看这个距离。 中职开幕酒话题真多。23暗，负责转播乐天桃园统一赛加味全龙3队比赛 ，Eleven Sport 突然间公告讲，经过评估，今年无继续甲 Line Today 一个麦加贝、Twitch 3间网络平台合作，甲中职个转播平台停来。对此，麦加贝要求 Eleven Sport 要确实履行合约，若无会去告。记者综合报道。 在地上大条，咱来关心即马欠水佮火烧山是真吃力。高雄旗山甲美浓的地界最近就接发生火烧山，上近的最近一届是伫3月18，即马是有掠到一个农民为着要赶高山啊，全点炮啊，火势致使火烧山。即马这乌子上嘛爱互移送法办。 徛伫树仔尾，这个高山啊，专心伫咧食野生的菠萝蜜。另外一边，也有伊的同伴伫电火条啊跳来跳去。高山啊，伫旗山旗尾山真接快，作为好耍转去抢食嘛真sú常。困了足久啊，旗尾山这吼搞太济啊，系啊，就是搞伤济，本来有办法，想到无办法啦。山上整个都是啦，那是猕猴。 大家可能喂习惯了吧。防止高电破坏，有农民设网啊来挡，有人放炮甲惊。当地一个80多岁老农民1年外正家己要食的水果，拢互高电送转去。进前好亲像用纸包石头，佮用点倒的炮啊，讲要惊狗，煞无细字引起火烧山。不满栖息在附近山区的猕猴群，长期骚扰及偷吃它的种植的木瓜及芒果，制作。 这个纸张包石头做引燃器，并以鞭炮一起燃放，驱赶猴群。山影炎炎拿咧出，反正还袂熟，伊个家己办啊，会买一些个按平常时啊咧放的冲天炮无，甲放甲贺主安尼啊，会惊啦。 会惊嘛是，佮走落来。家属讲引起火灾老大人嘛惊一个，困袂去，佮食袂落。啊，毋过伊长期互高山困扰，准讲伫水果树尾挂网啊，无要互高山爬起咧挽水果。伫园区挂彩色的塑胶杆啊，嘛无法度动。就连饲狗要甲吓惊，嘛会互高山甲狗食物件抢走去。再想要用放炮甲吓惊，毋是跳狗的放火意思，只不过也是互人移送。即马天气打扫，旗尾山2月底开始1个月内发生6届火烧山，被破击的面积有200平方公尺，也互消防人员真无用。即马一直提醒民众，天气打扫用火要真细致。记者综合报道。即马大家拢有手机啊，敢有人咧敲公共电话？玉山国家公园塔塔遮游客中心内底公共电话，菜伫遐已经30档，淹过去年的收入敢若22块。中华电信是认为讲，应该是无人咧敲，无效益啊，所以拍算要甲拆掉。淹过园区即马是认为讲，若是有发生紧急的状况，这公共电话就当对外联络，可以希望讲会当继续保留。手机哪来那普遍，民众像安尼使用公共电话机会，日日降低。这座设伫玉山国家公园塔塔遮游客中心的公共电话，自1991年开始启用，经过30年，是园区唯一的公共电话。也毋过顶日，中华电信人员检收时发现，去年的收入只有22块，向园区人员讲到评估效益嘅考虑态度。可惜啊，为什么？可能还有人会用到啊。有一些求救或是什么那个公用电话有它的功能在啦，手机有时候不能用啊。不少游客认为，登山过程中也是可能会拄到手机临时无电顶突发状况，需要使用到公共电话。有关处表示，塔塔遮当年大约有70万名游客，其中有不少是国际旅客，也会以公共电话来联络，除了事务需求。这个公共电话对园区的人员来讲，也有珍贵感情，因为早年无手机，工作人员长时间就山工作，公共电话是向家人报平安的重要管道。所以一个电话它能够连接，就是你跟家人之间，或者是你的亲朋好友之间那个重要的联系，那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种回忆。对游客来讲，这个公共电话还是其实在疫情之前，它的使用率对国际游客来讲还是方便的。
有关处认为，这座公共电话无法度只用使用率来考虑价值，等于都伫官方面册铺文，呼吁大家多多使用公共电话来增加效益。透过积极争取，中华电视表示，也是会以服务公益原则，会互塔塔者游客中心的公共电话继续留着，免去拆除的命运。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初因为疫情的关系，亲像元宵也有一些活动点点拢暂停。因为疫情即马豆稳定啊，台南市政府已经决定讲，6月份要举办咸水月顶港灯节，这个月27，伫渔光岛的艺术节嘛先举办。原本定伫今年2月份要举行的月顶港灯节，受到疫情的影响，1月19向向停办，互袂少民众是真失望。不过最近疫情有较缓和，各界争取会当复办。文化局经过几啊届的考虑了后，决定顺应民意，按上6月26举行月顶港灯节。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做好自己该做的，就像我现在戴口罩这样，基本上应该可以控制住。当然好啊，比较热闹，比较会发展啊。那月津港灯节，事实上已经都布置好了。那平常现在就没有一个开幕的典礼，我们正式来过，可能就是希望说在下夜的时候。文化局讲，6月份要复办的月顶港灯节是以魔法甲十讲为主题，十是代表月顶港灯节10年，嘛象征岁月的意涵。另外，2年一届的渔光岛艺术节是伫3月27举行，以安车技术为主题，结合大自然的地景，让大家会当享受艺术甲大自然甲小我的连接甲气氛。我们很幸福。在台南，我们拥有了一个那么漂亮的一个秘境，那也透过艺术跟那个大自然环境的连结，让大家进来感受，还有感受那个艺术跟自然的氛围。今年的渔光岛艺术节隆重邀请13组的艺术家来参加展览，希望透过文化艺术活动，让民众在后疫情时代心灵会当得到透放。另外，为了打造品质较好，会当欣赏展览的环境。渔光岛艺术节期间，卖做交通的管制，民众会当坐接驳车去看展览。记者综合报道。便利商店利便是利便，也毋过就是无柑仔店有认真味。云林二仑3号村有一间做3代柑仔店，第3代头家就是现出世的村长。因为伊做人真热心，即卖柑仔店毋那是卖南北过尔，嘛是乡亲交陪报道联络感情的所在。清早就乡亲打电话来通报庄内需要处理的代志，不过这间看起来无产像是一般的村民办公处。村长若听电话，若报槟榔，长超时间准备要出去顺产水。这间是云林二仑3号村经营过3代人的柑仔店，村长李丰良正就是这间店的店头家。以前我若讲到少年传我阿嬷的时，倒来遮，伊就买一寡糖仔饼尔啦。较早是无偌济物件，糖仔饼安尼懵卖。后来西里街啊，就有南北会啊，就机会伊就去铁马起来去学会，经营规模就愈来愈大。在二仑3号村协天宫斜对面的柑仔店，是自店主李丰良阿公迄时代就传承落来，因为感觉厝内时代年岁渐有。所以决定辞掉挂乡的头路，转来甲柑仔店打落来。因为平常时就做人热心，不时出力协助庄内大细项代志。后来李丰良也当选做3号村的村长，一兼二顾。若看过店内，嘛通继续为村民服务。就阮顶一任的老村长啦，伊讲因年岁有啊啦，看有较少年的要出来服务无啦。我想讲家己咧顾店。村民要找也较方便，这个时代我也咧鼓励啦。讲你咧顾店，先煞若有兴趣做村长吼，甲大家服务安尼。随时代咧轮转，街头巷尾拢是一间一间的便利商店。古早时代柑仔店煞是愈来愈少。3号村这间有3代历史的柑仔店。若通买南北货、大料食品、四收啊以外，也已经变作是乡亲开港报道、交陪沟通的联络站。期待在李丰良头家兼村长的守护之下，继续为庄内大细提供上有认真味的服务。记者综合报道。境外消息，镜头来台东。台东地上避难客业复兴蓝马地有真侪强要济种的动物甲食物，林管处嘛甲遮规划做生态园区，不过最近因为考环欠水，大水池啊拢经强要大底，
地方人士即嘛真烦恼讲，若继续欠水，会影响生态环境。涂骹达克库戈比醇四界拢是已经死去的拉卡，伫地上的复兴湿地其中一池原本水深1公尺以上，即摆煞变成这个木乡，只剩2个差不多4平大细水池。水中只看到外来种的五桂鱼、溪膏或者是泰国梨，煞无原生种的菊地是细节加固细节的影只。那原生种的鱼类其实就是被泰国梨跟吴波鱼。因为它们体型比较小嘛，竞争不过，其实应该都快被它们吃光了。除了原生种鱼类受威胁以外，最近数量少，湿地周围原本发展台湾食物红皮书当中列为并贵的克拉沙甲，区域列作的赤剑山顶，这个湿地食物也因为欠水慢慢打起，甚至被其他耐旱的强势食物砍掉了。所以针对这个部分，我们会请研究团队，就是说针对这样子的状况来持续来监测看看，缺水的状况对这些生物的影响有多大。因为复兴湿地是自然涌泉，过去捌是附近农民欠水时引水灌溉来源，即马落雨少，碧南溪水头搁被截流做灌溉，地下水位搁一直下降，当地居民真烦恼。湿地确实继续无水，恐惊对生活真做严重的冲击。记者综合报道。欠水嘛影响产业。工研院即马就当地研究讲，要用高效率的水资源循环利用技术，希望会当大成伫新竹推动再生水资源中心，嘛希望用再生的水资源来互新竹科学园区成做工业用水。用高效率处理循环技术，互使用过每一滴水拢袂拍算去。目前这套系统已经用在高雄甲桃园的民生废水处理，而且每一度水的成本效益，可以使控制在20块以下。来源的一个水的水质状况，它是来自生活污水，还是来自工业废水，还是它台积电或是某个半导体业它的制程分流之后的水，我们处理到它需要的水质，那它是一个程序的组合。除了水会使循环再利用以外，用电也有重新研发出来太阳能材料，使用过太阳能板会当透过材料分离，成做有价值的再生原料。可以把电池片取下来，好，取下来之后再把上面的这些有价金属拿出来，就可以提升它的附加价值，啊，然后又可以减少废弃的问题。我们可以在各种层面去重新去思考。台湾怎么样重新变成一个循环永续的一个国家？那我们的技术也可以外销到全世界。工研院表示，2050年要达成零排碳是一个真有挑战性的目标。未来结合相关领域的专家，发展创新科技来合作产业转型升级。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咱正确14年，太阳花学运除了是318占领立法院，324嘛有占领行政院，虽然发生暴力驱离事件。民间团体是批评讲，这场国家暴力，甲大拢无半个官员出来负责，所以嘛专工举办一场查无此人的展览，来记录这段过去。好，听我口令，起立，干什么？前进！2014年3月23半暝，警察强硬逼赶伫行政院广场和平静坐的民众，使用暴力对付手无寸铁的民众。迄一暝通报救护车救护的人数拢总197个人，受伤上严重的坐轮椅几啊个月才恢复。那轮到我被驱离了之后，我被带到警察的人墙里面，就是被一阵的拳打脚踢，或是用盾牌的警棍攻击。世界会组织义务律师团协助民众，要向施暴的警察甲政府官员追究责任。参与的李明如律师表示，迄当时台北地检署甲人民做对头，自诉案的民众站出来追究国家暴力颠倒红对家起诉。第一时间国家暴力发生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台北地检署的态度，其实对于就是侦办这种施暴员警是相对消极的，就是他们有公布那个反黑箱服贸的调查报告，去起诉了119名的民众，第一波是119，后来自诉案的民众站出来告国家暴力的时候，
反而被追加起诉，说哦你有受伤，那代表你有去行政院。三例是笔管事件案件，经过7档的诉讼，所有的自诉案唔是予法院驳回，无就是宣布无罪。7档以来，民间组成的义务律师团四界走踪收集资料，伊嘛希望透过公开展览，让大家莫袂记哩这件历史事件。其实控诉国家暴力的案件也在2020年就是全部都结束。那虽然这个结果都是无罪的，这样的结果虽然我们是很失望，但是我们还是想要留下一些记录，然后并且把这整个历程可以呈现给社会大众。有影像的记录，济笔录详细事件发生时间。7档来追究国家暴力的诉讼，最后的答案是找无人，也无就是无罪。透过公开展览，完整呈现一路收集整理的资料。主办单位希望透过经验分享，和民众理解历史，嘛希望和一路参与的所有的人温柔甲安慰。记者杨淑晴、谢桂林台北报道。台语是通好讲万事万物的语言，嘉义市的南潭国小就甲台语结合天文，用台语讲天文知识。这比较难，好，听一下，听一下。音乐。教囡仔用台语念天文名词，嘉义市的国小配合某一日举办天文知识活动，家长参囡仔学天文知识，嘛顺续学台语。再多学习一些知识，一些其他的刚刚介绍我就不再没有接触过的东西啦，我觉得还不错。啊，绝对大家人重点拢学英语嘛，这较主流啊。哦，从华语可能去。所以这个母语啊，无你提倡，无像这款那个提倡吼，来办来引起大家的幸福吗？会注意吼，啊来鼓励爱亚经济，我头讲重点要爱亚经济。嘉义市南潭国小伫嘉义市努力推广天文科学教育。这届配合世界母语日的活动，结合市内20间学校甲单位，甲母语元素甲天文科学教育合作伙，佮安排无同族群的表演节目。互囡仔来熟悉讲天文的知识，啊，甲咱母语无同款的结合，互囡仔伫生活中就会当体会到咱天文的趣味，啊嘛会当用母语来介绍咱遮的天文的知识甲科学的知识，互咱母语会当应用伫咱的生活中。有一寡家长反映，虽然是推广母语的活动。主办单位安排的地书也是活动，也是真使用华语。来了，还有谁肚子饿的？大声些，大声些！哇！嘉义市母语文化教育协会表示，母语的推广不是干那伫教室内底教囡仔，整个社会甲大人嘛拢需要做伙学习，才有法度改变目前愈来愈少人讲台语的情况。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那讲到天文，最近上称的就是美国 NASA 月历号成功降落火星，嘛陆续有传一寡影片甲声音转来地球。月历号顶头嘛有载一台细细台的直升机，所以打算要伫火星进行咱人类有史以来头一摆伫火星飞行的计划。It's sort of a Wright brother moment in that we get to go to a planet somewhere outside of Earth and try a helicopter there that's never been tried before. 来到兄弟号，伫咧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小行程飞机咧天顶的118年了，人类又搁要创飞行史上的纪录。这边地点伫咧火星的表面，虽然这摆科技甲以前比正进步，不过挑战也是正大。It's extremely difficult to fly at Mars because the atmosphere is so thin compared to Earth. At Mars, it's less than 1%. So the first and foremost challenge is to make a vehicle that's light enough to be lifted. And then the second is to generate lift. The rotor system has just been very fast. 机身正细正轻，代表无法度载伤大粒的电池。不过，如果需要有够的电和莫打棒，所以自起飞开始，每一遍飞行拢无法度挡伤久，也无法度飞偌远。The very first flight, the main thing is we want to get the legs off the ground, and so we will basically go up about 3 meters, and we'll hover there, and then we'll come down again, and that will be the first, really major milestone. 另外一个困难是，这台无人的直升机无法度亲像这么定定伫咧使用的各种无人机，由人类伫咧地面控制。Because we are so far from Earth, you can't have a joystick and just fly it like you would a drone at home. We had to write the software so that it could fly itself. 虽然基地号的机身无装什么特别的科学实验的装备，只敢两座摄影镜头，不过伊对月历号探测器所接来任务正重要。
为着要替探测器规划上好的路线，以便发生意外，基地号才会伫每一面地点的飞行，甲可能路线的地形拢翕来。当然，伊的目的毋若安尼，未来的太空任务只要定立的星球有大气，就让试看用空气浮力的飞行。基地号算是未来太空探测的开路带头者。公司新闻徐嘉林编译。镜头来北欧的国家冰岛，冰岛伫一个月内已经发生5万摆的地动，当地火山嘛已经喷发。地动甲火山虽讲对当地人来讲是真肃常，也毋过遮尔接地动嘛是影响生活。当地人就怨讲，即马暗时要困，拢困袂落眠。海华防卫队救难车甲树林船，和地动又甲袂输敢若是玩具车共款，民众出来涂骹摇壁船。今年2月24开始，冰岛西南部雷克雅内斯半岛南边的格林达维克，一直发生史无前例、早暗拢无停的大细地动，无到一个月就已经5万遍，比去年一年加起来搁较侪。本来遮就定定发生地动，民众拢真惯势啊，不过自早到暗一直摇，民众也真忝。Situation in Grindavik is quite uncomfortable right now. Everyone is sleep deprived because the earth is constantly moving all day, all night. 冰岛是伫咧后亚甲北边高座板地之间，这款地壳的板地以1年2公分的速度慢慢地向反方向山顶动，和冰岛定定发生地动。因为国内有30几座活火山，所以温泉地理的资源真丰富。一个礼拜，格林达维克地动拢无停，上大震度有到5.7，主要是因为岩浆伫咧地下山顶动1公里。而且清出地表。All of this pressure from the magma is causing a lot of earthquakes. It would be a small eruption. We would see these fissures on the surface, would be kind of a nice picturesque firewall coming through cracks in the surface. It would not be a large explosive eruption because there's no glacier or water involved. 冰岛有真侪火山拢嵌伫咧冰川的下骹，若是喷发期拄到冰山的水汽，就会变做大量的火山灰或者是烟。2010年就把扰乱国际航空运输，政府也替格林达维克制定紧急的应变计划。到时若火山喷发路未通，会互民众坐北大西洋的船离开。公司新闻施会长编辑。为了保护野生动物，以色列的当地，因的政府是要求禁止杀害野猪。地苏山区的野猪接走去市区乱扫。去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封城，这野猪啊搁较大尾啊，甲市区当作引导，所以当地人是起价行上街头抗议，向因的政府表达不满。野猪妈妈带囡仔伫咧洗街，规定伫咧路边食草，看到出来散步的民众经过时阵，拢也够破掉的。מה אתה חושב על כל המצב הזה עם החזירים? אני חושב שהם היו פה לפנינו והם יהיו פה אחרינו. 这是以色列北部城市海法附近卡梅尔山谷的野猪，过去定定伫咧暗时走到市区坐物件食，大家拢真惯势啊。去年因为疫情，这寡野猪是愈来愈大胆，于是就四处走，向粪扫桶破坏徛架花园，变成安全的隐忧。真侪民众挡袂牢啊，徛在抗议。העירייה תתחיל לעשות את מה שהיא צריכה בשיתוף כל הגופים האפשריים, לסלק את החזירים מחיפה, נקודה, להחזיר אותם לטבע, או כל דרך אחרת שתעזור לנו להחזיר את הביטחון האישי, את איכות החיים, כי המצב הוא קטסטרופלי. 以色列法律规定，野猪、狐狸这款野生动物应该受到保护。海法市2019年也颁布禁令，不准杀野猪，造成野猪的数量一直增加。官方估计有500只猪伫咧规仔路四处走，统计人数是讲实际数量搁较侪，可能有几落千只。要哪阻止这款猪四处走，动保人士甲抗议民众意見無同，當局也唔知如何是好。היו שנים שעיריית חיפה עסקה פה בדילול של חזירים על ידי ציד. הציד הזה הוכח כלא יעיל וגורם להתרבות של כמות החזירים בצורה לא מבוקרת. אלו המחקרים שאנחנו מכירים ואנחנו לא דוגלים בשיטת הציד הבלתי מבוקרת, מה גם שהשיטה הזאת היא שיטה מסוכנת.
海法当局即马是采一寡鸡啊，甲野猪冻起来，也采交通牌啊，警告民众有野猪出现，希望减少发生冲突。要不有人批评这种做法伤过消极，表达和双方和平共处，正头疼。公司新闻陈慧敏报道。天气报道在，今日伫北部、中部的山区雨会较粗，南部是18号。这波雨水也无法度解除可旱。暗时的时方面就会离开啊，各地就会恢复侪云到好天。再回来关心今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加16度，上悬20度。中部的温度上加17度，上悬21度。南部的温度上加18度，上悬27度。东部的温度上加17度，上悬25度。外岛的温度是12度至21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雄竹，将亲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